电话我查询过了，没欠费，显示随时听着网络畅通，原谅的开关我反复确认几遍，是几句的忘我的期待，8个字的留言在对话来，我点了清楚又写好几遍，指定和你标记纬度的聊天，以为所有声响都是你的出现，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，我要紧要挂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，就这样吧，往后的日子别来无恙啊，不想此刻你也很遗憾吧，我们的故事画上句点，到此为止了，聊天约个照彼此别再收场了，所以再见亲爱的你啊。8个字的留言在对话来，我点了清楚又写好几遍，指定和你标记纬度的聊天，以为所有声响都是你的出现，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，我要紧要挂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，就这样吧，往后的日子别来无恙啊，多想此刻你也很遗憾吧，我们的故事画上句点，到此为止了，聊天约个照彼此别再收场了，所以再见亲爱的你啊，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，我要紧要挂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，就这样吧，